7月30号的联合质询中，蔡淑慧议员首先针对黄金海岸的军屋投资案来向市府讨论。议员指出，这个所在准备由南人湖企业投资100亿来打造海洋之丘度假城，但是煞伫要2024年才会动工。议员烦恼，距离动工还有3档的时间。就算市长连任嘛赶袂赴剪彩以外，同时嘛可能伫3档内会产生真侪变数，所以呼吁市府应该赶紧看用什么方式来量早动工，提早完成嘛会当赶紧来推动完工。局长，我请教一下，既然我们基于协助的一个地位，你有没有去想过，他们未来签约，万一有发生类似的状况，有什么退场机制，或是有什么法则，能够对这个来保障我们？不管是港务局，或是我们台南市政府，甚至我们安平的整个发展，能够不会因为他们让我们一直延宕下去？好，谢谢议员对安平港这个开发的关系，我们都长期在关注。那这部分我觉得您的这个意见非常好，我们也会跟港务公司这边积极的来沟通。正如您讲的哈，我们希望它开发能够越快越好。是，其实对市民来讲哈，或者是对港务公司来讲，越早的开发哈，越快的开发，好，它可以获得的利益会越高啦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会积极的来要求跟争取。另外，南区甲安平区拢总有30个公园，109年甲110年维修的经费拢总变6.5亿，新开辟的公园敢若变1亿外，伫咧预算上明显无够。议员建议，亲像水漂稳仔公园、义在公园，这2个公园占地拢伫咧10公顷以上，但是因为建设的时间伤久，有真侪设施已经无合现代的需求，所以会用直接甲公园做整体的翻新。安尼就应甲征收土地大笔的预算甲省落来，佫会用发挥原本土地价值。焕然一新，全部重建，充分把这个土地的价值展现出来。一块公园以目前市价没有60亿，有100亿，结果破破烂烂的一个公园存在。我觉得咱台南市这个门面真歹看，不好看。那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我们怎么样在有限的经费里面，逐步每一年去更改、去重建一个新的公园，让旧的土地能够展现新的风貌？局长，你觉得好不好？是的，就是说对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公园做一些重新思考了，有一些大概或许会有更好的这个表现。那当然，其实我们这几年也不是说没有开辟新公园了，因为市长刚上任的时候他就交代清查公有地，所以这几年我们新辟大概都是一些公有地了。那公有地的话，我们也会好好规划。那旧的呢，大概就是正如蔡议员所提到的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做这个整修和检讨。议员针对观光甲民生日常生活议题提出来，甲市府讨论。希望市府会用做伙努力，甲台南市打造成健康有活力的好城市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